阿富汗邊境嘅氣氛越嚟越緊張。我哋3支採訪隊分別去到阿富汗北部同埋阿富汗接壤嘅巴基斯坦，為大家報導局勢最新嘅情況。同留西巴基斯坦白沙瓦採訪隊傾下。邱振明，英國首相貝里亞外交遊說巴基斯坦有成果啊？係嘛？係啊，喺政府嘅層面呢，的確係嘅。英美係遊說到包括巴基斯坦在內嘅多個國家支持，但喺人民嘅層面呢，就加劇咗反美、反英，甚至係反政府嘅情緒。咁今日咧係有多個遊行示威舉行㗎。幾千人先喺白沙瓦嘅市中心聚集，佢哋抗議嘅對象除咗有美國總統喬治布殊，仲有尋晚先至結束巴基斯坦訪問嘅英國首相貝利亞。假人上面寫住佢係美國嘅傀儡，而拉登同埋塔利班就喺度得到支持。呢次抗議係由一個極端伊斯蘭嘅政黨發起㗎，群眾情緒激動，佢哋仲抗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美國嘅軍事行動。抗議最後以焚燒喬治布殊同埋貝利亞嘅假人嚟結束。而喺巴基斯坦控制嘅克什米爾地區，亦都有幾千個塔利班嘅支持者示威，佢哋抗議美國凍結幾個組織嘅資產，但係呢啲組織已經否認同恐怖活動有關。嗱，呢度有報章就引述巴基斯坦政府嘅消息話呢，喺英美完成遊說行動之後呢，係會有軍事行動嘅，估計呢會大約喺下個星期1、2呢係展開。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